好，来继续来看台中出现着真恶质的非法的集团，先用安眠药甲流浪狗卖互分去，然后抬狗卖狗肉。市议员江浩秋公布着交易的影片，讲这个集团是透过网络来主文交汇，而且毋是干那卖狗嘛尔，嘛有卖猫仔肉，啊，着掺保育类的石虎，嘛有咧卖。 两位查甫人伫咧路的讲话了后，其中一个人为车内底摕上塑胶落啊底的一大块肉交互对方，随着佮摕葱啊蒜头真侪种香料，两边付钱造成完成交易。不过因两个人买卖的毋是一般的猪肉牛肉，是非法的狗仔肉。晶片哦，就刚刚来回。那狗仔肉、佮猫仔，甚至即只敢若是保育类的就好，同款毛伫咧卖，一只卖2万5到3万块。猫是较长的呀，哦，这个是跟猫是不一样的哦啊。那个我们的局长，农业局的局长也有事实看到，哎，对，这是石虎。台中市议员江浩秋接到检举，讲这个集团锁定流浪狗仔含野猫仔，用爱困药仔互因食，尾仔甲因歹死。民众透过网络落订单，为了避免扣追查，业者将狗仔做一摆处理互清气。不过因为有人伫咧肉内底扫到晶片，议员怀疑因可能含养殖场有交结，甲资料全部送到市政府。真的是属于狗肉的话，或者是其他的保育类动物的话，当然我们还会依照动物保护法或者是野生动物保育法，好，我们会函送。动保处即马搁伫咧等化检验结果，要知影肉是狗仔、猫仔，或者是石虎。另外，已经通知警察，会将这个非法的集团抓起来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